台南市议员林美燕结合真侪爱心团体，包括康黄金主神爱心会、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着中华九子主神会，连续10档来认购爱心的年菜，分送予南区甲安平区的弱势家庭，以及低收入户、离款的病人户。今年总共认购大约1100份的爱心年菜，上午分别伫南区的国民路、甲着湾里联合处来发送。过年的时间大家欢迎的时阵，也想到一些需要关心的人，所以我们已经长达10年的这个年菜的发放。针对我们南区、安平区一些比较需要关心的人我们做一个就是花换年菜。当初为什么发起这个花换年菜的是因为我们都会对象是单亲因为那过年过节做无用，爱去一个办年货。那你如果酸心的时候当然两个人去办的时阵会比较大家较轻松，但是我们想到单亲的家庭，他必须要去面临我们就是生活上的一个压力，还有过年的一些事情的，包括办年菜。所以咱们的公跟我们康环金，包括我们就是台南市妇女联会、中华九子等等这些爱心人士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适度发一只鸡？为什么用鸡呢？以鸡嘛，然后起鸡而且用直接鸡他们就很方便。过年的时候、除夕夜的时候、团圆夜的时候，他只要加一些火锅料跟一些的蔬菜进去，就一个热腾腾的火锅。上午出席的包括康黄金、九子爱心主神会，甲着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拢亲自到场。真侪领取的民众表示，已经连续领2-3档，对着爱心主神会的善行嘛表示感谢。年菜然后妈妈会先拿去拜拜，然后完就打开就吃了。过年就有这个菜，对就为家里加菜这样。很谢谢我们美燕那个，还有非常感谢，还有谢谢我们理事长，谢谢大家帮忙这样子，都照顾我们这些一些比较低收还有单亲的妈妈这样，很谢谢感恩。议员表示，每年的爱心年菜拢是准备养生的乌骨鸡，希望弱势家庭会用的食鸡起鸡。李市府社会局的专委嘛代表局长到场来致敬感谢状，感谢这群善心团体每年的付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